所以大家拢有看到迄个专业部的迄个合作，迄 PowerPoint 啦吼。有，安尼我就开始来讲吼。头起先吼，我来起一个古的意思，就是讲，这种的或者台语诗的吼，到底我咧讲的是啥物货？因为我进前有一真久的时间，拢是咧讲台语的歌谣吼。开始等我一下吼。歹势拄则迄个。迄个电风写落线去安尼吼，无吹着，开始我这厨房即阵无用冷气啊，感觉有较热一撮，用电风就会使就对了吼。好，头起先大家话头就是要来讲吼，台语诗是咧记啥物货吼，即个或者迄个。书写的即个手路是要讲啥物货？我大约安尼介绍一下吼。因为最近即几冬我常常是咧讲的一寡主题拢是甲台语的歌谣有关系。即个是讲参顶年吼，应该是迄个旧年啦，所讲的迄个题目吼，聊了互无共款一个，就是无搁继续用过台语歌谣。我用过台语诗，实际上就是讲，即内底是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讲吼，甲歌有关系，吼，迄就是咱讲的台语歌谣。台语歌谣，你若莫去看伊的音乐的部分的时，伊本身就是真水的台语诗的一种，安尼就对。即个台语诗的时阵吼，除了即个歌谣以外，嘛有一寡吼，咱即个叫做作家。因本身所写的即个叫做台语诗吼，有人去甲谱，去甲做即个谱，开始换来听我来演唱，迄就是变做是换来台语诗，但是伊是听好唱的迄类的，这嘛是台语诗的另外一部分。所以台语诗实际上有两类就对啦，一类是有咧唱的，一类是无咧唱的，干那伫咧念的安尼。我过去常常拢是吼，因为要透过即个音乐，透过即个声音来讲吼，即个台湾文学内底，我来过去大家较无对重的即种用声音来即个表现的即个台湾文学咱甲伊接触的时阵，就是毋是透过咱的目睭，是透过咱的耳仔伫迄个声音内底，咱有法度我来共款得到一寡文学的足侪即个听个表现的迄种功能。我即几冬差不多一直咧讲即方面的。今仔日顶下个翻头过来看咱即台语诗。可能有几首是迄个我若听过唱的，但是大部分是无咧唱的。但是咱甲念起来的时阵迄个声音的水嘛是共款值得咱好好来甲欣赏。伫即内底，咱得到真侪的即个美学的迄种经验对咱来讲的是，那是真互咱有一种敢若讲，除了用目睭看迄种文学以外，嘛共款用咱耳仔来听听一方面是听人念，一方面是咱家己念咱会使出喙甲念出来，嘛会使等
咱家己的迄个啊，无一定会发声啊，但是你嘛是共款，怎啊甲念出来，得到迄个声音的水，安尼就对。啊，搁来这书写的手路，实际上就是咧讲，即种的第二诗，伊甲一般的诗共款，吼，拢是按照咱即摆咧讲吼，文学的写作的时阵，伊一定有一寡美感，伊一定有一寡技巧，啊，伫即内底咱听好吼，去看出即个作家伊本身是透过啥物款的即个方式来创作伊的即个作品，要达成啥物款的即种的艺术的即种的效果，我就是用即种的方式要来利用几首诗，当然拢是台语诗，即内底当然有几首是伊本来无一定是台语诗，伊本来是用华语写，我将甲翻，当然有得到即个作者的同意，我就甲翻做台语，就是讲，我过去有一个观念，咱咧讲台语诗，即马当然有较侪啊，但是我伫咧研究的过程内底，比如讲20年前的时阵，迄阵的台语诗有较少，迄阵为着要收集出迄个台语诗，有法度互迄个数量互大家敢若讲较趣味一丝啦吼。我有一种的想法，就是讲将已经大家拢有较熟的一寡华语所写的诗，是讲日语所写的诗，甲用台语甲翻写出来安尼，利用这，互大家来看出咱台语诗量会较紧增加，来内容原来会使讲继续深入安尼就对。就是讲，伫台语诗咧起步的迄段时间的时阵，大家咧讲，你大家咧讲台语文学，咧讲台语诗，伊作品是倒一粒为较毋知影的时阵就迄个，就是因为安尼，才有人会用过即种的观来做正一个敢若讲错误的观念，伫咧做台湾文学研究的人，因可能心内对即个台语文学，是台语诗。是台语的歌谣，有一种较无迄种看较无目的啦，用即种的方式来看即个台语的物件，所以伊就讲，就用华语就去写，写出来你用台语甲念出来，讲用华语来写，用台语来甲念出来，这就叫做台语文学。这是我感觉一个真错误的观念。所以我家己就讲，你既然即个华语的物件，你要甲牵入来咱即个台语文学的范围，绝对毋是保持华语的迄个原始的迄个形式，还是伊的语言，加工一下，甲变做用翻译的方式，甲翻做台语。若安尼时，咱就是讲，伊原文是华语，但是咱开始咧阅读的时阵。已经是用过即个台语伫遐咧运作啊，即种情形我尾一直咧反省我过去咧做文学资料收集的时阵，偏一寡日记时代咱在前辈因所发表的即个作品的时阵，我日文较无遐好，我就拜托咱一寡好朋友这拢是日文非常的好，文学的底子真悬的跩朋友请因来甲翻译翻做即个咱一般所讲翻做中文安尼，就是华语的华文就对啦我尾一直咧想讲是毋是嘛会使用另外一个方式？既然你是按日文翻过来，咱规矩开始，咱就是用个台语来甲翻，安尼是足好诶。所以我伫咧做即个林兴泰诶，即个咱中华林兴泰先生，伊诶专辑伫遐伫咧处理这物件诶时阵，伊拄战后有一本诗集，全部是日文诶，迄本诗集已经有
大部分拢有翻做华文啊。啊，我感觉讲吼，安尼无啥物干迄个叫做迄种迄个翻译的过程安怎我毋知影，但是咱看迄结果的时阵，敢若原来会使佫继续佫甲好好啊整理。啊，我所以就参即个林兴泰先生参详啊，所以我头一礼拜拢去伊遐一摆，啊，阮好好啊去讨论伊的即个迄本迄个做用国日文所出版的伊的第一本的诗集吼，就是要伊的灵魂的即个提升就对啦啊了后。我就甲翻做即个讨论了后，对即个内容拢真熟了后，我就甲翻做台语，甲后一摆佫去找伊的时阵，就互伊看，佫互伊安尼鉴定者，伊感觉讲哦，安尼敢若比较早用过即个叫做华文翻的，会佫较水安尼就对啦。哎呀，真好！林兴泰即摆几岁啊？伊即摆人几岁？伊1924年出世的啦，吼，1924，所以即摆已经90，咱即摆2022嘛，吼，伊迄个做24年的，吼，所以即摆讲起来，咱台湾系98岁嘿。毋啦，咱台湾系已经第一岁99诶。99啊。每年咱会使，佫食成功就对啦，佫食成功。哦，即摆佫食成功，我嘛足久无去找咱这林先生吼，因最近也较无转去即个中华，较无即个机会，我也都爱，这毋是机会啊啦，变做你要家己安排时间来甲拜见一下安尼就对啦吼。好，所以像即款的情形，嘛是台语诗。伊原来日文呢，后来尾手呢，甲用过台语，甲翻做咱的即个叫做台语诗来甲接触。尾我有看到伊本身嘛有将伊过去所写的华语家己原来试用即个台语的方式来甲做整理，算我原来佫甲翻一摆安尼就对啦，所以我真古锥真趣味。即摆我就借林先生伊其中的一首我也有甲翻译，伊家己也捌翻过，整理起来来介绍互大家来理解安尼就对。所以我即摆较无用过主题式的方式，要来合做讲在现代在台语诗。还是古早的台语诗，到底是咧写啥物？我主要是讲吼，不管你是咧写啥物话，你一定有你咧写作、你咧书写的一寡手路，我就是要用过即种的，较徛伫咱即个叫做艺术的表现的即方面来甲大家来介绍好，下面我就开始来讲第一首诗这首诗是差不多，这写毋对去这1957王昌雄，这是下面的一首诗，这写毋对去这应该是302年迄个时阵，就是台湾发生即个误射事件。伫日本的伊即个官方的迄种的迄个因的迄个角度，伊就感觉讲这是伫误射发生的暴动迄阵有一个迄个微博，因就伫即微博内面将这个做撮做相片啥物货拢甲牵出来安就对。啥物人的作品呢？是吴新盈吴新盈就是讲，迄个做伊算迄个做咱盐分地带的即个足重要的即个领导者就对了吴新盈伊迄个做将即首迄个做
伊伫迄个少年时阵，你看，伊1908年出世的人，伊是1907年出世的人，哦，啊，伫1930伊就写即首诗，啊，写的时阵，哦，伊伫迄个时代，伊无用过日文来写，伊用过汉语来写，伊写的汉语，啊，就是咱一般所讲的较属于民间歌谣的即种方式，啊，伊用过迄个迄个一首诗有4拍，就是4句啦吼，啊，每一句有7字，啊，有人讲，即种就较属于迄种7字的即种民间歌谣，安尼就对啦吼。啊，伊像迄个王中庸是毋是写讲，咱来拍开心内门窗迄个？无对，这等下我来介绍吼。我写就写。因为我介绍时，我伫这咧做即个 PowerPoint 的时吼，甲 copy 过来，才袂记咧甲改过去安尼就对啦吼。这等下咱拢会看会到吼。啊，伊即个做吴新盈吼，伊即条歌，伊尾啊家己差不多有出版迄个算战后，这是战前写的哦。啊，伊伫战后的时有整理伊过去的作品，有出版一本999的即个叫做《晋营随乡录》。晋营是伊家己的号啦吼。啊，一个随乡客啦吼，啊，这是随乡录回，算咧回忆伊伫日本时代所做的真侪代志。啊，伫即内底哈，有迄个伊迄阵发表的作品，毋是无发表的作品，拢会藏伫即内底。吼，啊，尾啊，我去即个找即个叫做吴新盈的后代，讲起来伊即个。后生的嘛已经过身啦吼，啊，伊甲报讲因老爸所有的财资啊，拢迄阵拢藏伫即个53年，53年的迄个叫做基金会就对，藏伫53年基金会，啊，我再去53年基金会，吼，啊，一本一本去献。啊，才找着伊的原稿是完全是原稿，啊，将原稿甲 copy 落来，啊，才摕转来一首一首甲迄个研究，啊，尾啊嘛将这原稿所有的跩诗，拢甲翻做一个叫做迄个时阵吼，我也无全部用过台语咧做翻译吼，啊，所以迄阵还佫保留伫即个叫做。咱即个华文的吼，啊，迄阵我是拜托即个叶蝶吼，伊来将迄日文的物件甲翻做台语，是即款情形。啊，伊尾啊，家己出版迄本回忆录的时阵吼，伊家己有将即首诗搁甲收入去的时阵吼，伊的题目伊就开始吼做改变啊。伊的改变最上大的无共款，就是讲，这是第即个武侠独当的即个画报吼。伊即个就是讲，即个题目实际上是要写予日本人看啊。因迄阵吼，你若是讲有即种的无啥下官方的伊迄个意识形态的时阵吼，有当会互处地。啊，伊若看到即种即个武侠独当的画报的时阵吼，伊徛伫日本人的立场，伫咧写即个题目是安尼。啊，但是到战后的时阵，伊家己咧整理家己的物件的时阵，伊就开始将题目甲改过来，将伊原底实际上要写的题目，才甲恢复过来。啊，即个是就徛伫台湾人的立场啊，尤其是徛伫即个原住民的立场。啊，伊改过是改过吼，迄个叫做武侠出草啦吼，即个出草歌，啊，咱知影讲出草就是原住民伊开始迄个出来吼，要因
当做一种仪式性的迄种因的动作，就是吼用过咱汉人的角度来看，讲伊就是要来杀人就对啦，要来杀人。伊即马就是讲吼，迄个做将日本因的观点讲，恁是伫遐咧暴动的，即马吴先甲改做讲，阮是伫遐要来杀恁日本人的。用一个角度直直看即个问题，安尼就对啦吼。即我大约安尼讲者，伊用的是较传统的迄种较民间歌谣迄种方式。以即个台语来讲的时阵吼，这算讲真早期即个时阵，伫日据时代迄阵的台湾人，伊若要写台语的时阵，一般来讲拢无讲写了足好势。所以迄阵诶，一寡台语你即摆若要甲读的时阵有当就爱留做一寡画图的一个变通的迄种策略，安尼就对。我即摆将即首诗用我的理解先读互大家听一下伊即内面的迄个做主角，就是遮所讲的青番伊徛伫即个做原住民的角度。开始来写所以迄个歌谣本身是迄种真传统的台湾的民间的物件，而且佫是汉人的物件。但是即内底伊所表现出来，却是徛伫多元的即种的种族的即种迄个方式来看台湾的问题，安尼就对。伊安尼写咱甲读看卖咧虽然青番也是人，日日强迫无钱工。古早都敢反一遍，即时感到去投降。抢我田地，占我山，辱我子女，做我官。高山高山草厝食，这爱来读做算讲要食无通食迄个意思啦高山即个草厝食食冬天雪野叫我寒。我的一族有2000，虽然无刀也无钱可是天地已寒冷，眼前何有眼前何有应比兵？遮我留了解说者即个占我一族有2000，当然即个泰雅族的咱叫阿泰雅泰雅族。即个有一寡讲台语可能较迄个是早期有当咱读到较袂惯，咱即摆真少人会安尼写，用可是天地已寒冷，咱即摆真少人用过较华语开口的可是较重动的就是但是真少，即摆已经真少用可是若无就是讲毋过天地已寒冷，眼前何有即个警备？警备兵当然就是因日本兵就对啦无武器，无啥物货，搁即个做人也毋是讲足济，拢总才2000，但是嘛是照常参即个日本人伫遐咧吃饼，安尼就对。伊就是用即种的方式来表示即个武侠事件用日本人的题目。台湾人的即种的心声安尼甲表现出来，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伊的即种做伫迄种战后戒严时期战前的日本人统治的迄个阶段，确实你咧写咱即种的文学的时阵有诶多有诶少，最少拢会去考虑。敢若讲，你题目写出来的时阵，毋通随互人去甲你检举，马上就要甲你讲，等迄种意思，是讲要甲你处罚迄种的所以拢会伫迄个题目的顶面做一寡迄个变化，这就是其中的一个
啊，伊开始是用过日本人的观点，因较袂去甲干扰安尼就对，啊，再内容才用台湾人的一个心声。而且我即马开始咧进一步来讲伊的书写迄种的手路到底伫什么时阵伊遮先安尼写讲，虽然青番也是人，因为即个青番实际上清朝对因即种的做原住民较住伫即个山顶的这拢是用互青番。若较有受到即个做汉人的是讲汉化的即种的原住民，因就甲叫做石番另外一个就是讲，像讲咱即个日月潭迄个所在有一个咱一般所讲的孝族因就讲伊是化番，像讲咱即个这赖和仙的台湾新文学之父迄个赖和仙伊一摆伊是读即个做总督府的即个医学院，有一摆因按台北前行路要转来彰化，大概是安尼意思啦有经过日月潭即个所在，伊就去写日月潭的，因迄个孝族的即个做化番，伊就是用化番即个去写。化番意思讲起来，实际上对原住民来讲，嘛是一种无公平的迄种号名迄种方式。青番即已经是迄个咱过去伫汉人定定咧讲你即个青番用过即个原住民即青番来骂人，这是无尊重的一个方式不管是日本人也好，是包括你汉人也好，你对原住民实际上拢毋是显你尊重的但是伊开始第一句就开始甲你讲咱毋通去轻视全原住民。但是你拄仔讲迄个化番化番是毋是感化过去的？对，就是感化。咁你甲即个地部族敢有啥物关系嘛？无共款。无意啦无共款。安尼我知。地部族嗰种一种经验就是讲即个即个北部族的因差不多，当然。伫因早期的时，迄语言也有啦到即摆时，因即个北部族的语言渐渐拢差不多消失去安尼只有真侪有心的人伫遐想要甲振兴一下但是无讲真简单的即个头路来着啦好，伊即摆第一句就甲你讲，虽然青番也是人，徛伫人的立场。所以你遮个就讲伊是毋是徛伫咱即个做汉人伊是徛伫即个做日本人像即摆有一寡迄个用政治伊是毋徛伫民进党用是徛伫国民党是徛伫即个共产党迄个角度咧看问题，实际上伫遮真趣味，伊是徛伫一般的人甲人的迄种关系。歹势，所以虽然青番也是人，你毋通用个青番去甲侮辱安尼即马第二句伊就是讲，日日强迫无钱工。咱知影咱即个做日本因经过即个明治、大正、昭和这三个天皇因对这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另外较迄种的做经济上的一寡追求迄种的做你若有付出，就一定有一个收入就对啦伊真强调这吴新宁伊当然是去日本读册读医专的所以伊当然受到足大的即种影响。日日强迫无钱工就是讲你逼人去做工，你有迄钱互人算讲你做工有付出但是你一定爱互人有一个收入就对。但是伫日本时代的时阵
因有迄种两种情形，扣税以外，佮甲你扣即种诶，做无钱工，就是讲你爱去迄个伊即个日本，不管是中央还是讲地方诶政府，开始要做啥物款诶做工程诶时阵，拢会去共即个做去定调咱即种诶台湾人去做工，做工是变做义务诶就对啦，伊即摆甲你讲，日日强迫无钱工，就是讲人即种观念，伊无共尊重。经济的活动，伊开始共剥削，所以伊就将即两句将伫日本人统治的时阵，原住民因所得到的迄种的待遇，实在有够歹安尼啦即摆武侠事件一个来了后的时阵，伊就你伫个微博内面所刊出来，怀做微博当然是种。有多项的报纸嘛，内面当然嘛有文字的说明，拢是伫遐咧吞打咱即个原住民的迄种的媒体就对啦。伊即马就是讲，日本人要将即个原住民要甲消灭，伊即马来讲古早都敢翻一遍，这当然是咧讲迄个做大巴年的事件啦。这是咧讲大巴年的事件，讲迄阵就敢安尼反啦，即马敢袂使继续搁甲反抗到底，即是感到去即个导航，因为咱知影讲实民统治者对即个做被实民的人上大的伊上大诶上先开咱诶方式，就是讲，毋免一日到暗拢要甲你出力出兵，要来甲你来甲你拍、甲你抢，互你无法度生活安尼。伊讲安尼伤晦气啦，上好就是你导航啦。即种导航诶情形，按照世界诶历史来甲看诶时阵，拢是共款。咱到现在是咱台湾，一日到暗有迄军机，迄土匪军机一直伫咱的即个做台湾即个所在伫遐出入，一日到暗就要甲咱吞，拆车落棒，用过迄种各种的方式。即阵咱台湾，当然甲较早无共款啦咱即阵差不多有70-80%的人足无同意即种的情形但是嘛是还有一寡人呼应咱即个做红色的即个政权要将台湾送互即个土匪政府安尼就对啦所以有当时咱咧看即种的做过去的即文学作品，伊写简单，但是你即首诗你安尼甲看的时阵敢即个所有的即内底的资料、资讯拄着的经验拢过去无伊还阁伫咱台湾伫遮阴魂不散安尼就对啦这是第一趴咧讲这。即摆说来，头前是咧讲人对人无尊重伫遐无公平的经济的待遇。即摆第二趴就是讲刷落去。伊讲抢我田地占我山抢我田地占我山，这等于就是从原住民因的生活环境住较悬的，就是占我的山，有些就是有较悬一撮啦但是呢，有一个一般说较边样的，伊嘛是许种，从原住民因不管是住伫较山骹的，还是住伫较山顶的，规个拢无占了，刷落去辱我主女，做我官这就是讲，这个辱我主女的时阵这有两方面啦，一方面就是讲透过教育的时阵，将台湾人儿童少年的跩人
透过教育，甲因洗脑，一直到方面化迄个阶段诶时，全部是伫咧甲洗脑。1930年头拢是足方面化迄个时代啦，煞落去讲，你武力化，是你教人干若要做我诶统治者安尼着吼，用即种方面所以不管是住伫关山也好，所住诶环境足歹诶，拢是住草厝但是你即马生活足歹，食毋食食，即个食毋食是咧讲食毋食食，活毋食活，就是即种诶意思啦即个做冬天雪夜叫我寒，即个叫我寒即个你若是敢若用台语来甲看诶时有聊聊，你会感觉讲，形容你毋知影伊咧讲啥。冬天雪夜，我就感觉咧叫寒，叫冷，是毋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毋是，即个叫，你若用过华语的迄种语感，你来甲看，伊就是咧讲冬天雪月让我寒啦，冬天雪月让即个冷的时阵，有当伫华语内面要翻做台语的时阵，会变做雨我，是讲暑我，上面会有当用即种的口气。冬天雪夜叫我行，叫我寒，即个表示讲迄个头前迄就是无公平的台语台语啦第二趴车就讲迄个大的环境，互你活袂声落去，即正呢是讲衣食衣就是当然咧讲迄个咱保温保暖嘛食当然是咧讲你爱食饱，就是讲伫即个所在食袂饱，穿袂烧，就是咧讲即项代志规个拢伫日本人的控制下面所以伊即马就开始打出来讲，阮原住民部下的原住民无多我的一族有2000当然是无多，而且呢无啥物管武器，虽然无刀也无枪，可是天地已寒冷，眼前何有经避兵？但是人真正是来到这生死的关头的时阵无人食，无人穿。佮安尼，一日到晚甲阮吞打。我虽然占2000人，无刀也无枪，但是天地已寒冷，意思讲真正活袂落去啦。眼前何有经避兵所以目睭前你所看到，虽然是赤热热的日本兵，但是伫因跩原住民来甲看不在眼内啦。何有经避兵，就是讲无咧惊伊日本人安尼就对，我若要甲伊战一下，安尼就对啦所以伊即首用过较俗伫民间歌谣即个歌即个形式来处理就是咧描写即个原住民咧抗日的时阵有真侪苦楚伫遐，但是来到即个生死的关头的时阵，伊就无咧惊伊日本人安尼就对，无穿就用拳头甲伊舞，无穿就用兵担即个做即个啥低头就甲伊舞甲伊好好来输赢安尼就对这是我所看到的即种的做即类的台语诗写我感觉是写得真好作品就对伊的手路而且嘛是真幼稚伊的技巧互咱感觉讲原来有三拍内面有三种无共款的发展互咱感觉讲因即个结构方面的时阵原来真处理真好势安尼就对。这是第一首诗先甲各位介绍。过来拄有人
提醒即个王昌雄有写过，阮若拍开心内的门窗这首诗。好，我即摆先，我因为伊这拢有中国性的物件伫遮，我第一拍念者，就开始来做即个伊的手路的解说遮到底是要谈阮若拍开心内的门，抑是要唱阮若拍开心内的门，阮甲阮无啥共款咱读了的时阵，咱才来看这到底有啥物无共的所在我形容阮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虽然春天无久长，总会暂时消远满目心酸。春光春光，哪何在？望你永远在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伫遮我先甲大家解说一下即个有两个读音迄个叫做徛伫我这较专门咧研究台语文学的人来讲即个春光春光哪何在？我讲实在啦因为这首歌有几个人伫咧唱嘛，这首歌我嘛会晓唱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是这个旋律就对。春光春光今何在？一般拢是安尼唱啦但是我是感觉以台语的开口，以台语的迄个语感来讲一下，这个金本来就是有两个发声的方式我是较介意讲春光春光哪何在？就是金甲单这金是咱一般所讲的文言音，单就是咱所讲的白话音这两个是无共款。伫这个所在，你要用金还是要用单当然拢会使哩。但是我是感觉用个单叫做婉转，叫做水开安尼就对。过来看咱这个，阮若拍开心内的门，迄个阮阮迄个叫做甲阮，一般来讲阮甲阮，伫即个语感方面略略无共款但是呢，做就是讲咧表示迄个我的多数，是讲虽然用多数，嘛是咧讲我迄种的观念的有几个音嘛我啦、阮啦、阮啦佫若多数的时，佫另外一个是咱安尼。我伫遮要互大家来理解，就是讲用过阮若拍开心内的门，甲咱若拍开心内的门，我是感觉是非常无共款。伊即首台语诗真大的特色，就是咧选择阮是要用过咱若拍开心内的门即个所在，迄种的手路是足无共款的。咱知影咱有当讲久你无去反省，还是无去佮迄个思考的时阵，你无特别迄种的感觉。但是你若佮进一步去甲深思一个时阵迄个你若讲阮若安怎的时，迄个阮，伊是对啥物人咧讲的？咱若拍开，还是咧对啥物人来讲的？实际上是安尼。用过咱的时阵叫做同温层的人伫遐咧互相行伙啦，同温层伫遐咧取暖啦。咱若拍开心内的啥物货的时阵迄个咱就是因为咱就是无包括别人。讲一个伤紧，若讲咱的时阵就是种别人拢甲包括伫内面咱。
所以咱若拍开心内的门啊，就是讲，拄则迄东温站的迄哦，迄暂时甲取消，等下我再佫补充讲吼，就是讲，咱若拍开心内的门，就是讲吼，规个拢总做伙，所以我当然伫内底，你嘛伫内底，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咱若拍开心内的门，表示啥物货呢？这是吼包含较宽迄种。啊，若用个阮若拍开心内的门，迄个阮的时阵哦，足明显，对方咱无甲包括伫内底，嘿，安尼。啊，所以吼，咱若拍开心内的门是讲，希望对方原来拍开心内的门的意思啦。啊，若阮的心是毋管对方有拍开无拍开，我若拍开的心就安怎就安怎。所以伊即个美角就是即个所在。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啊，若无拍开即个门，哦，阮若无拍开迄个门的时阵，一日到暗，就是你哦，无法度去看到哦，春天五彩的春光。啊，即种的情形，就是咧讲吼，有一天，你目睭若光的时阵，你就听到看到原来看袂到的物件。所以吼，阮若拍开心内的门，迄个时阵，就会知影讲要安怎甲对方来车拼，等于是意思吼。过去因为心内的门无拍开嘛，啊，所以就要导航就导航，要创啥就创啥，啊，就袂去看到吼真美丽的春天，即个春光就对啦吼。啊，所以呢，伊遮佫刷落去哦，啊，春天的春光，啊是怎要看偌久？伊就讲，虽然春天无久长，总会暂时消阮满腹心酸，就是讲，即个所在长期以来，啊，即个满腹的迄个心酸，啊，就是因为咱目睭无铁开，所以你无遐尼知影家己的历史的字符是啥物货。啊，但是啊，即摆若拍开的时，虽然讲袂讲真久，春天3个月过啊。过来就无共款啦，吼，讲总会暂时消阮满腹的心酸。心酸是一种受人即个统治吞打的一个形容的一个方式啊。即种上无你嘛会减轻就对啦，袂讲一日到暗嘛，因为心酸啊活袂落去迄种的吼。啊，所以讲。虽然春天无久长，总会暂时消阮满腹的心酸。啊，即摆刷落去，春光春光大何在？啊，但是呢，春天过去，过来就毋是春天啊，会个别项啊。啊，是讲春光春光大何在？意思讲，伊嘛无一定永远会存在。所以即摆咧，家己啊，用原住民的角度来反省。来思考讲，啊，春天即摆是伫倒位？啊，咱满腹的心酸，敢有法度真正是去甲减轻去？结果伊即摆刷了讲，望你永远在阮心内。啊，这就是伊另外一个美角，伊另外一个手路。头前拢是咧讲真实的，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到。啊，台湾的水，台湾的春天，台湾的或者这个风光安尼就对啦。啊，这是你目睭所看到的，但是望你永远在阮心内。希望讲这春天的春光，毋是干那是伫你目睭所看到的环境内面表现出来这。希望这种的春光。是伫咱的心肝影内底永远保持的，伊是这要讲就是哦，迄个
四khu位这环境的水，哦，咱目睭看会到，但是咱心肝眼仔内底，哦，这个四khu位这种的水，咱永远伫心内保持一种的真这个叫做，家己咱去注意、去重视的一种的物件，安尼就对。所以上尾来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将头2拍，佮甲中福一摆。这个中福实际上已经是种外在的春光，甲心内的这个春光，两个拢甲规个算拢拢安尼大作伙安尼就对。而且这首歌这首诗，咱嘛会使用过。咱过去伫即个叫做中国对台湾的一种看法迄阵迄阵迄个叫做啥伫敢若一般拢讲是李鸿章啦将台湾挂互日本的时阵因迄阵拢有一个观念总是台湾无啥物是好所在啦，应该当作是一个无文明的所在，当作是一个叫做这个叫做一个无开化的所在，所以台湾有是无，拢无需要去甲关心定是安尼啦。所以因迄阵都有一个讲法，台湾是啥物款的所在？是一个鸟不语。花不香，鸟拢袂叫，花拢袂芳的一个所在。王昌雄伊第一拍就是要来拍破即种的，不管你是即个叫做啥，徛伫啥物款的角度，千万毋通用过中国人迄种的观念来侮辱台湾。时间还未到的时阵，你目睭还无拍开的时阵，你都毋知影即个物件。等你目睭若拍开的时阵，等你春天无一定真长，但是你心内永远有即个春天的时阵，你就会为着台湾，感觉讲伊是一个美丽岛，要好好来盖徛起，好好来奋斗。这是王昌雄第一拍要讲的即个物件。所以，我都甲即个历史过去的一种文化所受到的吞打来做一个对照。咱现在再来看第二拍阮若拍开心内的窗伊的题目是门窗，拍开心内的门甲窗，安尼就对啦即摆第二拍伊用过窗，即摆用过这个窗，用过迄押韵的方式。伫遮来开始发展另外一个无当然嘛是咧讲台湾的水啦但是伫遮咧强调是另外一种。伊即摆安尼讲，你若拍开心内窗，就会看见心爱迄个人。虽然人去老也空，总会暂时互阮心头轻松。所爱的人哪何在？望你永远在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心爱一个人。这个就会看见这个心爱一个人。一般有诶拢会甲读做，总会看见心爱一个人。我是感觉讲，这个所在是心所爱的意思，这个心是主题，所以读做心爱可能较好安尼。伊即拍咧强调啥物货？因为窗就有迄个人，人有当时就会空，但是呢，这个空是空虚是这个苦楚，佮对照用外一种是轻松。所以窗、人、空、松，这敢若是一个利用这种的迄个无共款的物件
互你来达到你心理上的一寡发展甲变化，就是看见心爱迄个人，是安怎讲？即个拍开心内窗，就看见心爱迄个人呢？即个窗甲人有啥物关系？实际上，即个窗本来就是一个隔绝咱即个互相关心将一种关系你甲隔开，你什物将迄隔开的物件，你甲你甲开开，安尼时阵，人甲人的关系就会使停在佮甲联合做伙安尼意思。甲第一拍同款，虽然人去楼也空，人有当会离开楼，因为有窗嘛所以伊就迄个建筑内面就用即个楼来继续来发挥。楼也空，就人无伫咧，人去无伫咧，楼也空啊。但是总会暂时互阮心头轻松，这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放松。所爱的人担何在？望你永远在阮心内。这个所在嘛是甲顶一拍同款，对精神上来表现，对所爱的人永远的这个叫做记忆，永远的敢若讲爱惜这种意思安尼尾啊当然是都翻头两句迄种意思。好这拍是咧表现什么款的手路呢？这就是咱拄则讲的，清朝迄个时阵要将台湾挂互日本迄骹刀除了讲花这鸟不语，花不香以外，伊佫甲你讲着啥物话？男无情，女无义啦。人查甫诶是无情诶，查某诶是无义诶。迄个叫做查某是迄个叫做男无情，女无义啊。读母啦，读无拢会使母无情义啦，安尼就对啦用我即个来藐视咱台湾人，讲咱台湾确实是一个足歹诶所在安尼。实际上，伊即项讲，你只要有迄个伫你诶心肝内，永远保持咱即种人甲人诶迄种互相关怀关心诶时阵，安尼咱即个不管伊人有伫咧无伫咧，永远伫咱诶心肝内，精神上伫咧咱诶心肝内安尼。所以这等于伫咧反驳伫即个日本统治台湾进前迄段中国对台湾的迄种男无情、女无义的迄种的藐视就对，反驳即种的观念安尼就对。第三趴因为是拍开心内的门窗嘛阮若拍开心内的门窗门窗已经讲过啊，即摆煞了，过来讲啥？迄个门佫讲一摆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故乡的残垣。虽然路途千里远，总会暂时互阮思念想要转。故乡，故乡，担何在？望你永远在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故乡的残垣。伊即摆正是咧讲残垣。这个残垣，伫遮主要是要描写啥？描写讲，咱有咱的土地，这个土地是对咱的有咧故乡的迄种感情的这种残垣，这种的土地。你若用咱像我即摆已经是住伫台南，迄个啥？我的故乡是彰化，我也感觉讲，就会看见故乡的残垣，到底是要讲彰化的，还是要讲台南的？
有当时啊是无啥好讲。我定定咧讲吼，我若到台南的时阵，我会讲吼，我是中华台南人。啊，我若当去中华时，我是台南中华人安尼就对。总共是有这两个已经拢变做我的故乡就对了，吼，是安尼。啊，这故乡的产能是啥物货？就是你伫遮咧徛起，啊，你伫遮，不管你是咧做啥物货，拢是甲即个土地徛做伙，迄个奋斗为土地咧奋斗。所以吼，咱知影即个这叶绍德先生吼，伊写小说、写散文、翻译西方的一寡文学作品，佮煞了写足侪的即个论述的即个论文安尼吼。啊，伊有一个真有名的讲，若无土地，哪有文学？没有土地，哪有文学？所以哦，文学嘛是徛伫土地，尤其是徛伫故乡的土地，你才有法度生产出来。哦，你若是去到别个故乡遐去的时阵，别人的故乡的时阵，你写出来文学还是会较水，啊，但是呢，已经欠缺迄种的故乡土地的迄种感情。安尼是，就较无遐尼互人有一个较真美满的迄种的联想，安尼就对啦。所以伊即摆来讲吼，好你只要拍开心内的门、心内的窗，你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台湾是一个美丽岛，你若看开心内的窗的时，你就会看见看见心所爱的人。台湾是一个重义理、重感情、人甲人互相关怀的一个所在。即摆过来，你若拍开心内门的时阵，你就会看见故乡土地的产源，安尼就对。啊，即摆煞就讲，虽然路途有千里远啊，有当时你无一定是伫故乡，像咱即个做伫台南甲台北环线嘛，无到千里吧，无遐远。啊，但是呢，迄阵比如讲台湾人有诶去乌名单走去到美国诶时阵，迄当然都有千里远啦，像即款诶即种情形诶时阵，当然足想要转来，但是无一定有法度通转来。啊，但是虽然无法度转来，总会暂时互阮思念想要转，就是讲你甲故乡迄种诶牵连，迄种诶联系，伫精神上永远是牵做伙安尼就对。啊，则煞来讲故乡当好在，无一定是这上你是伫迄个即摆不讲，则先讲一个讲。会使讲即内面的迄个产能啦、故乡啦、土地啦，啥物话，整个讲的，就是整个的台湾的意思。即伫个差不多50年代迄个时阵，50、60迄个时代，真侪台湾人无法度当即个台湾徛起，拢会变做乌名单变做无法度通转来台湾安尼。所以迄故乡真好在，望你永远在阮心内。你若用过即个历史的经验去甲看的时阵实际上是非常的即个做真麻就对啦所以打伫倒位啊，打好在，但是伊永远伫我的心肝内安尼就对。所以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故乡的产能。最后一拍那个看，一拍较无共款。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虽然失落了愿望，总会暂时消远，满腹怨叹。青春美梦哪何在？望你永远在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
上尾也一拍，甲头前有一个足无共款的所在。头前迄种是咧讲环境，啊，春天的风景，春天的景物，哦，啊是讲心所爱的人足具体，啊是讲故乡的田园，这拢是足具体。啊，即马甲你讲的，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青春代表时间伫咧行，哦，你有青春，当然会到中年，啊到尾啊会到老岁仔人即个阶段。所以青春是咧讲时间，啊，这时间定定拢有咱的一寡想法，而且用个美梦就是讲吼，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啊，拢有伊的梦。啊，梦有几啊种，有恶梦，对无？啊，嘛有美梦，哦，啊，伊即摆摕即个青春的美梦，互咱理解，人的一生上界啊快活，啊是讲上界欢乐的，就是梦中拢是充满青春的迄种希望的迄种。美梦就对了，啊，青春当然是有活力，青春当然是对未来有足大的一种的理想，所以青春一方面是咧表现理想，一方面是咧表现活力，而这个活力内面的迄种美梦，你就会看到。啊，即摆就是讲。虽然失落了愿望，就是讲一寡理想，伫咧追求的过程中，虽然有一寡会去失落去，而且愿望当然就是咧讲法理想的美梦的物件，总是有当时会失落去，但是总会暂时消怨满腹怨叹。即个怨叹甲拄则，咱咧讲消怨心酸，较无共款。心酸一般来讲的时阵，拢是藏伫个心肝内的，心酸，若是怨叹的时阵，伊较有一个对象，有一个对象，怨叹，你咧怨啥？你伫咧怨切，迄个怨切、怨叹等是，你咧对外咧怨叹，心酸是心肝内面的心酸，怨叹是具体安尼个表现出来迄种的怨叹，所以共款是咧讲迄个心情足歹暂时的即个会减轻安尼，第三拍是咧讲心理上的，即个或者上尾一拍是咧讲你对外的一种或者你咧讲有当时即个怨叹的变做是一种的批判，迄类的意思即摆青春美梦大何在？一段时间过去，你人已经是毋是遐尼少年啊，所以即个青春也无美梦凡事也较减少望你永远在阮心内，永远互阮心内的青春，阮心内有迄个美梦。所以，阮若拍开心内门窗，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而且有一个重点是咧讲啥？我拄则有咧讲，人生任何阶段拢有伊的梦，拢有伊的美梦。但是，伊遮追求的是啥？是青春的美梦。不管你到中年，不管你到老岁仔时代，希望你的心你的形体可能已经老你的形体。一定开始是讲起来毋是像过去安尼红高赤齿毋是但是伫心内永远就是有迄种青春的美梦。意思讲永远保持理想，永远保持迄种迄个活力的即种的美梦，毋通因为你的身躯本身有啥物变化，来影响你的青春的美梦安尼就对。所以，这首诗伊有4段唱出来嘛，足好听
上大诶，就是互咱感受到，伊即个背后有一个背景，迄个背景拢是讲，你诶门、你诶窗本来是互关起来，你是咧互吞大，你是咧互人甲你侮辱诶即种诶，伊就希望讲，不管你人生倒一个阶段，一定要拍开即种诶限制，拍开即种诶人诶甲你吞大。即种市民啊，等等的，即种的即个情形，你来伫你的精神上来保持无人断的即种的反抗，差不多有即个意思，安尼就对了这是王昌雄的即首诗。即摆刷了讲一个较无共款的1960年代即个曾碧林的即首诗，曾碧林即摆嘛无伫咧迄了这古早毋是古早，20-30年前阵，大家定定拢互相的做伙，伊人这嘛是足热心的人伊有用到因老爸的名，创立一个叫做英休啦英休。即个台湾诗奖，真侪咱咧写台语诗的人，拢伫遐有得到即个奖。林兴泰嘛有得到即个奖，安尼就对好，自你离开了后，这实际上是曾碧林的妈妈，伊的老父过身的时阵，伊做后生的人替因老爸即个。曾英豪来迄了做曾英休啦曾英休来怀念伊的太太，实际上是咧写伊的老父，安尼就对啦就是讲老父过身了后是安怎拄安怎这首诗嘛写得非常的好咱来甲看。自你离开了后，天色渐渐暗。你的形影，是阮寂寞的暗寂寞的暝。自你离开了后，露水渐渐重。你的形影，是阮伤心的梦。我有听见针拨落来的声，我有看见，星拨落来的天，你点过的灯火，亲像伫梦中，无人知影，咱的运命。你行过的小路，亲像伫心内，无人问起，问起孤单2字，我有听见。针拨落来的声，我有看见，星拨落来的天。这个所在有2个版本，一个版本但是尾啊，迄个做曾碧林就是我即摆写出来这，就是曾碧林伊尾啊定稿的版本啦。但是我会记得伊开始的时阵是。第2，即条这第1趴第2趴，第3趴，星拨落来的天是安尼无毋对。但是到上尾即条上尾趴的时星拨落来的天的时，伊甲用一个版本写做天拨落来的星。天拨落来的星，我捌参即个曾碧林先生，我有甲讲过我的即个观念。上尾即趴应该是照你原来迄个版本，可能较水。星拨落来，天已经讲过一摆，佫刷落来，星拨落来的天，虽然原来。迄个音乐剧原来是足强的一粒星，伊毋是流星
伊是按天顶拔落来到涂骹是拔落来，哦，这已经是诚水啊。但是你甲反过来讲，天拔落来的星，哦，天拔落来，讲起较简单，规个天拢拔落来，规个哦，迄后者，有人讲啊，天若我都通拔落来，啊天若无拔落来，那有叫做翻天覆地安尼吼，迄天都听要变过去啊，那是安天袂使拔落来。总是用文学的这种的imagination 来甲讲的时阵，这是绝对无问题安尼吼。好，我再讲起来讲伊即个一寡手路上的一寡运用吼。自你离开了，天色渐渐暗。啊，自你离开了，天色渐渐暗。你表示讲吼，伊为因爸爸来讲。太太过身了后的时阵，天色渐渐暗，毋是天渐渐，天色渐渐暗，就是讲，伊这是用过一个慢慢啊行，慢慢啊变化。迄天色渐渐暗，毋是讲太太过身了后，规个一片乌有迄种诶。当然你嘛会使安尼写，但是实际上人诶迄个适应诶过程。适应的迄个过程的时阵吼，用过天色渐渐暗落来，渐渐暗淡落来，我感觉这颠倒是加足水。所以呢，伊讲伫即个渐渐暗的时阵，想起因太太，因妈妈，因老爸太太的即个，你的形影，是阮。节目的面吼，即个后头即一般拢读做项目个啦吼，连迄个台日大书店嘛收着项目即个音，实际上阮来这里是无俗的音啦，讲实在啦，所以我是感觉徛伫台语的立场吼，遮读项目无特别好啦，我是感觉讲咱慢慢甲改变啊。节目，咱就甲读节目，节目的面安尼吼，就是讲每一暗，伊拢想着因太太的即个形影，无太太永远是孤单，永远是即个叫做真三米四迄种的意思安尼就好了吼。第二趴，自你离开了后，露水渐渐重，露水渐渐重就是。一般来讲吼，早起时的时阵吼，迄个梦啊，啥物货吼，那条梦雾嘛吼，来到迄个叫做树木顶，露水就会卡伫迄顶安尼，愈来愈重，渐渐重。伊即个所在拢用过渐渐，表面上是讲无遐尼激烈，但是呢，咱会感觉有一种重量，迄种的重量是慢慢啊加，慢慢啊加深加重，用这来表示心理所受到迄种的沉重的感觉，安尼就对吼。所以你的形影是阮伤心的梦，暗暝。一个人伫遐无做梦的时阵，足孤单，足寂寞。即摆有当时总是会去梦到伊的太太，但是呢，所有的梦拢是伤心的梦安尼。所以来开始咧讲伊家己的一种迄个感受，就是讲。透过你的耳仔，透过你的目睭，我有听见尖拔落来的声。我看这当然是这个image真水啦吼，尤其是咧怀念这个太太的时阵吼，用个尖子这方面的一寡来这个叫做来描写吼，我是感觉。
足有法度甲富人人为着即个家庭伫遐咧天衫、布衫等等的迄类的即种的动作所伊所体的迄种的针线等等即马针摕无一个好，落落来涂骹，一般来讲是听无声的。但是呢，因为是这像是每一暝每一暗，拢是无人咧做伴，无声无息，所以针拨落来声，伊拢听会着。伊种我有听着，我有听见，我有听见，我有听见。过来讲，我有看见，我有看见。一个是针落落来涂骹，用耳仔听；星拨落来，迄是用看，按天顶拨落来。针拨落来天，就是星按天顶拨落来涂骹的意思啦，即用过即种的方式，就是讲，互你来感觉着讲，太太无伫咧颠倒伊有法度听见过去听无的，还是过去无注意听到的声音，无看到过去无看到过去的即种或者注意到的迄种的情景即星拨落来天，过去无感觉，即马太太无伫咧即种感觉特别震动，安尼就对。过来，你点过的灯火，亲像伫梦中因为即个庄柏林因的时大人迄生活迄个时代伊庄骹拢是点或者所这阮迄阵叫做啥？叫做迄个做油夹，对啦，油夹。拢我细汉的时阵阮读册的时阵嘛是爱用一把油灯火呢。因为到尾才开始有5级的迄种5级的电火了，对啦。5级的电火差不多是像迄阵的较大拍的迄种臭油夹的迄种的灯火讲是安尼，亲像伫梦中哪会用过即个灯火，即个image伫梦中会去梦到即个表示伊的时大人老爸老母过去拢到暗时的时阵，拢抑阁伫遐一方面抑阁伫遐咧讲话这表示有话讲的翁仔某我感觉即句诚水。你点过的灯火这尽量拢甲讲是暗时你点过的灯火，亲像伫梦中。伊即摆咧想亲像是咧做梦，抑阁去梦着知伊咧点灯火表示两个人抑阁伫遐敢若迄个东条迄个李尚稳所写的迄个《雅物异博》夜以继别河东迥见西窗烛曲画巴山雅物时有足多个伫遐咧讲因咧翁仔某两个的感情安尼就对，这是一部分就是讲点灯有即个意思，表示毋是讲拢无话讲的迄种翁仔某就对。过来亲像伫梦中，灯火是咧表示咱讲两个足有话讲的两个伫灯火边安尼。即摆煞落，而且亲像伫梦中，因为是太太咧点火毋是先生咧点火，亲像伫梦中，亲像伫梦中啥物话？永远伊即个太太都有法度踮即个梦中点起一点的梦，点起一点的光我感觉即种的意思
灯火除了互两人做伙时有话讲，另外伊灯火的本身，敢若伫梦中，是因的一种理想的奋斗，还是做伙牵手伫遐伫咧行人生这条路的时阵，因的一个方向，因的一个敢若讲迄个希望伫头前伫遐咧引带安尼。这当然是敢若因两个人知啦尔，无人知影，无人知影，知影咱的运命，咱的建早咱就分开，还是啥物话安尼？当然我毋知影讲因是大人是当时迄个叫做分开的啦就是讲过身毋知但是按照这应该看的就是讲，咱的运命无人知影咱一生坚守的一种的这种的叫做互相的温暖突然真紧就佫无去啊！开始讲起来是真歹命就对啦过来，你行过的小路，亲像伫心内，无人问起，无人问起，问起孤单两字。拄则迄是伫室内，伫迄个做房间内，即马煞了你行过的小路，伊嘛定定伫外口咧行。比如讲，这太太伫外口，可能就要去买物件，就要去迄个叫做，还是讲因为有迄个叫做种一寡菜，总爱是去买菜，还是讲，迄个，这个过产的时阵，到迄个温阿冬的时阵，有当就会去种一寡，或者伫迄个叫做田内底伫迄稻草的中间，伊拢会去点去挖空点一寡，比如讲茯苓豆等等，到温阿冬的时，迄稻草拢挂了就剩迄个茯苓豆伫遐，剩在伫遐开始去继续生长，这妇女人有当时就会去田里去挽咱即个茯苓豆，是讲去迄个叫做菜果内面去挽菜，等等，会才开始想过讲，房间内点火，小小的梦，小小的光，即摆是你行过的小路，嘛是伫我的心内，一直咧讲到底，是咧一直咧怀念因太太所做过的一寡代志就对啦结果无人问起，问起孤单两字，这孤单当然是咧讲在生的人，伫遐咧心内咧讲想咧小路，想小路上重要就是小路顶下伫咧行，要去挽菜，要去挽茯苓豆的一个太太，就是咧讲这来的啦佫刷落去，才佫中午拄则顶下一拍，我有听见，针拨落来的声，我有看见，天拨落来的星，用过这种的方式来表现伊替伊的老爸来怀念伊的老母这种的所以规首诗真稀微啦，真孤单啦，真寂寞啦伫即内底是会感觉着讲即种的透过这几个无共款的即个形象，还是讲在image，互咱感觉讲曾炳林这首诗野秋路写甲不只好安尼就对好，我来看另外一首诗人讲你是一条寒枝这是嘛是1960年代的时林宗元的诗，咱来甲探讨一下好，我遮有较长，我就迄个慢慢讲一拍一拍讲好啦。人讲你是一条寒枝，破开有黄色的目，流着
白白的花，会开花，丢伫土内咧活。无爱日头，爱月娘，就是甲你煮，就是甲你煮、煎、补，甚至粉脆，也毋出手。有一点点仔的土甲水，就要闪闪啊大，闪闪啊大，有影无？因为这个所在就是将台湾当作是一个旱地安尼啦吼。一条旱地，因为形啊，溜溜啊形安尼就对，啊，所以常常拢讲台湾是一条旱地。啊，伊即马就用即个 image 开始来某一个角度来讲的时阵吼，就是伫遮伫咧批判台湾人就对啦。人讲你是一条旱地，破开黄色的嘛，留着白白的花，即种足写实的嘛吼。当然旱地毋但是敢若有黄色的，嘛有红色的啦吼。但是伊伫遮主要是举其中的一类来讲者，就是讲这旱地会开花即个丢伫土内咧活，旱地本来拢是伫迄个旱地林吼当土年开始伫遮开始咧迄个旱地慢慢大起嘛吼，是安尼。即马利用伫土内面，讲这旱地拢是无爱日头，爱月娘，佫刷落就是讲，即马旱地甲你挖起来以后，就是甲你煮、煎、补，甚至粉脆，也毋出手。有一点点仔土甲水，就要闪闪啊活，有影无？你问旱地讲，咱台湾人敢拢真正拢是安尼？这就是对台湾受到煮、受到煎、受到补，甚至互人加脆、粉脆，无想要反抗。所以只要有一点点的即个水甲啥物好，就要。硬度要剪要较大尾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就要闪闪啊大到3:8，敢有意思？台湾人是毋是安尼？有影无？这就是讲，咱拄则已经有看过吴新荣内面所讲的吼，过去都捌反抗过，即马感觉还佫继续投降，就是吼。这是咧描写咱即个叫做台湾人，敢若一条旱地，受人侮辱，受人作奸捕，拢未想要反抗，敢若想要闪闪啊大，自私佮自利安尼就对。第二趴，你的肉真甜，你的身价真便宜，你被待伫土内。无意志也无希望，走出土坑，就是甲你醒食一半，你也是会活会大会笑，你也无想要反抗，只会怨叹命运，流着白白的目屎，哭无声音，你是毋是咧哭？用即个方式来即个叫做表示，我拄则已经有讲过啊吼。伊等于从这开始用一趴来讲肉甜，但是无啥物款价值伫土内也无想要走出土坑，就敢若会活会大，佫会笑，就无想要反抗，等安尼。等甲咱知影讲迄个叫做旱地咧破开的时阵吼。伊流出来迄个黏汁是白色的嘛不管你是红旱地是迄个叫做黄旱地拢是安尼。即摆用过这流着白白的目屎，讲第一就讲哭无声音，上无我感觉你还佫会哭但是呢，佫想一下，
你是毋是？你是毋是咧哭？反省你毋是咧哭哦，啊，用即种诶方式来伫遐伫咧伫咧思考台湾人到底是虾米款诶一群人就对啦吼。过来，人讲你是一条汉字，破开有黄色诶目，假使你会流出红红诶花，你诶目也会变红，你就会开花结恁诶梦。毋惊日头无爱月亮，敢徛伫你诶土地，用埋土气，嘛是咧吼。应该写读做用眉吐气，较有文言诶气口就对啦吼。用眉吐气好，伊即摆用5个汉字黄色诶目，即摆那么做一个比如讲，拍开恁若会流迄红红诶花诶时阵，照讲你诶目应该是红诶才对，安尼先开花，就会结出你家己诶迄个目，而且已经开始有一种较抽象迄种诶思考方式就对啦。即个时阵就袂像头前咧讲诶，惊日头，迄个爱月娘安尼就对。伊种开始反倒转来讲，即个时阵毋惊拍，嘛无爱迄种暗时诶迄种月娘即种感觉讲这无啥物款诶迄个画面，安尼就无啥物款活力就对啦。甲徛伫你诶土地，意思是讲开始有一个无共款诶新诶一种迄个叫做姿势，即个台湾人应该爱有即种新诶姿势就对啦好，上尾伊安尼讲，你是毋是汉字？人讲你是汉字，即家己问，家己回答，则个家己做分析。你是毋是汉字？人讲你是汉字但你这种汉字是咧创啥？是干那伫咧叩头，互相争，互相争要画较大条去互人教你一喙诶汉字，无土地会无土地，无土讲毋对，无土也会乱生根诶汉字，无土也会生乱。无土也会乱生根的汉字，咱即摆迄个土，大概拢袂用即个土即个土应该是来读做土啦土地的土即摆的土就是土甲厝迄个土啦，用过迄糊里糊涂的土迄个土，迄个土就对啦到尾也再用过2字，去死，伊迄个叫做啥？我会记得即个叫做。像林宗元咧，家己咧读即首诗诶时阵伊迄种诶感情足激烈诶所以哪读伊会哪哭，会哭出声，到即个去死诶时阵就变做一个足批判性真悬诶迄种诶开口安尼就对。好，即个人讲你是一条汉字，你是毋是汉字？而且一直咧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即条毋是即条即首诗诶时阵人讲你是一条汉字，敢若是即个叫做作诗诶人，伊伫咧讲别人但是我甲看起来时阵应该嘛是会使讲，连自我拢会使甲包括伫内底。伫自我包括伫内底诶时阵，伊即内底伊诶批判性诶迄款字眼诶时阵，会互咱感受到一种诶搁较温暖诶所在。若无诶时阵即条歌敢若会使讲，你就敢若会去骂别人。
啊，你家己咧，到底是安怎？哦，哎，敢若讲吼，你嘛是嘴咧讲安尼啊，啊，你实际上有咧做啊，无咧做，就去互人误会即种诶，啊，即种诶，敢若有另外一种诶读法就对。所以我是感觉即首诗，哦，你来用徛伫即种诶吼，伊咧写讲吼，人讲你，哦，诶，迄个你虽然是咧讲，毋是伊诶迄个你，啊，但是整个安尼甲看起来时阵吼，我是感觉讲应该包括迄个我，吼，嘛是拢伫内面安尼，会互人感觉讲吼，伊毋是干那会批判别人，伊嘛是自我诶反省。自我，我若开始会去检讨，哦，检讨讲，伊是毋是我若有犯着即种诶，敢若讲迄个叫做需要去进一步去啊该做诶所在，安尼就对。啊，即条歌吼，我上尾也搁讲一下家己诶意见吼，就是讲咱伫咧即个咧写诗诶时阵吼。有当时啊，因为迄个台湾唱汉字嘛，所以讲人讲你是一条汉字，啊，就开始按照即个系统，用即种系统性的哈，转因为就所有的拢甲汉字有关系。啊，即个汉字就是讲现实的汉字安怎？哦，啊，你即马开始有一种上顶的即个意义，吼，有一个 symbol 伫啊。啊，即个 symbol 一般来讲吼，伫文学作品内底的时阵，要写甲哦。吼，种显示是安尼，吼，啊，你要比如，还是要上顶的迄种的即个意义的时阵，我若共款安尼的时阵哦，讲起是足无简单的。比如讲吼，伊这第一，咱翻来看这个第一趴吼，人讲你是一条汉字，破开黄色的肉，流着白白的血，哦，会开花。游伫土内咧活，无受日头，爱月娘，即马甲你煎煮补缸，嘛是咧。哦，这样啊，就是甲你煮煎补，甚至粉碎扬出手，即个所在吼，虽然是咱短短也一句啦吼，后壁这袂歹哦，有一点点啊水。有一点点啊土甲水，就要闪闪啊大，吼，这后壁这无问题。但是吼，甚至啊，这个粉碎扬出手，这就是讲你袂晓抵抗，吼，无要，吼，而且会使讲吼，扬出手，就表示一种意志嘛，吼，你的意志是无要抵抗的，安就对了。啊，所以这个叫做以这个叫做上顶的意思来甲看时，这无问题。但是我在讲的就是讲，啊，你现实的迄种汉字，甲你粉碎，你也无要出手，伫现实的这个汉字内面，你要安怎去解说？我是感觉足歹解说。哦，就是讲，你头前讲流着白白血，这无问题。啊，破开有黄色的肉，这嘛无问题。哦，会开花求伫土内咧活，这嘛无问题啊。你现实诶，即个汉字就是安尼。但是现实的汉字，伊讲遮扬出手，啊，咱甲请教啊，庄元先讲，啊，若要出手是安怎出手？就是讲，即汉字出手的迄个形象是要安怎出手？这是我感觉这首诗，你若是讲啊，用过一个更较严格的方式，还是讲啊无问题要找问题的时阵，我来使伫这个所在安尼简单啊来讨论一下，安就对了吼。好。最后要来这个介绍，我拄则讲的吼，这个林献台先生，吼，伊写的吼，是1980年代、1987年所写的这力量，这诗真短，
你看伊安尼写吼，伊本来用华语写啊，不然咱就是甲改做即个台语啦吼。力量，莫读力量啦，有人读力量吼。力量对倒来，毋是家己，毋是对胸坎，毋是埋怨，毋是流目屎。力量对倒来，毋是咒抓，毋免烧身躯，毋免化散，啊，毋免流血水。力量对倒来，啥物啊？毋免做，简单轻轻啊，却坚定讲一声，三五个讲，无定着，无啥物。毋过，若是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同齐讲，简单，请你轻轻啊，坚定的，请你讲一声，好好啊，保持你的性命，爱惜你的性命。等到适当的时阵，请你讲一声，这是迄个林兴泰就这个经典性的迄种诗，迄种发想的一种方式，写得非常的好，伊遮敢若一直咧讲，伊无特别去讲具体的啥物物件哦。讲，若是要有迄个力量的时阵，用过去的方式，若是家己的切齿，无就是对胸坎，就是埋怨，就是流目屎，等，伊即么甲你讲就从对来，毋免遐尼无共款的，内面甚至佫毋免烧身躯，咱知影讲，占液化伊嘛有烧身躯吼，即个号做啥物人啊？迄个南洋啊，地南洋啊，伊嘛是有即种的，所以伊甚至讲力量对倒来，啥物都拢免做，但是你爱发声，伊即马就是讲发一个声，坚定讲，你知影无？这就是足清楚咧讲迄种顺民，一种向这个统治者叩头下温的迄种姿势就对啦。即马来反倒转来讲，阮拢袂安尼，所以伊先讲一个现实，简单轻轻啊，却坚定讲一声，按着比啥物搁较好。即马开始爱去做一个，敢若讲是安尼甲讲，轻声讲一声，就准算啊。伊上个精彩的所在就是后壁一段，三五个讲无定着无啥物，毋过若是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同齐讲，安尼时阵伊这样就开始用互就讲简单，请你轻轻啊，一直讲将这个讲一声，这个搁较重复一摆两摆，安尼甲讲出来，才煞着讲你所爱保守的是你的生命，莫伫比如讲做伙讲的时阵，你的生命已经无有去啊，才尾仔讲你着爱惜你的生命，保持你的生命，煞落去等待上适当的时阵，你来讲一声，坚定，细声坚定，讲安尼时，你就听个种你所这个想要来批判迄种政权也好，还是啥物款也好，要来甲推翻，要来甲取消，要甲送落台的时阵，用即种的方式，颠倒是一个搁较好的一种方式就对了。所以而且因为时间已经无够啊，
啊，若无即个拍卖老台湾现在嘛是写甲真好，但是时间已经无啊。我就讲到遮啦吼，啊无，我安尼好啦，我将即个诗甲读一遍，因为诗开始写甲足好诶吼。这是阿仁，嘛是咱中华人吼，伊所写诶即个诗内底，我足欣赏诶一首诗。伊利用伫咧拍卖诶迄种声动，拍卖声送，啊拍卖一种物件，啊迄种物件拢是讲到出来是无杂无杂诶物件，但是有迄种历史诶意义。主要就是要讲这样。过来，一对枕头请出价，小等诶，困过数十年诶恩爱，阮兄弟姊妹拢来出世。恁要出偌济？来听详细。这对旧枕头，困过大东亚战争，困过日巴事件，乌浸人民的目屎，紧张惊吓的岁月，困过台湾的欢喜甲心酸。恁要出偌济？阮毋是生理人，阮做伙找找一种心情。会当连接古早甲现代，亲像即个时间，即个时间，一直行，一直行，用热情的发条，行过台湾的历史。阮做伙找找一种心情，会当连接你甲我，亲像即面西装镜，褪色的镜花悠远，照着家己的孤单，小咱的慢车出价，时间要行，镜内风颜已经褪色，青春需要什么计数，才会当买转来？历史爱付出，历史爱付什么计数，才会当换作笑容？头风落雨的暗暝。当天同款的特色，同款的夜色，咱透过互相的节目，拍卖一种心情，台湾古老的感情。好，请出价，这种感情，好，讲到这就差不多拢时间完全够啊。无迄个，我就用过即首诗来感觉讲，对台湾的怀念，对台湾价值，即种是咧讲，而且咧拍卖的时阵，实际上是咧讲台湾的价值伫什么所在，咱来去重视台湾的价值就对了。好，这我用过即几首诗，互来感觉讲吼，台语诗内底即种描写的即种秋露。大约毋是有几种，就是像即款的现象。好，多谢各位。嗨，咱真多谢咱卢教授甲咱讲遮尔济，甲咱介绍遮尔济首，会使讲咱心肝安尼对伊安尼起起落落吼。实在讲是我相信是真大的一个感触。真多谢咱卢老师，是毋是大家拍开迄个镜头，先做伙甲卢老师讲一句多谢，好无？大家拍开迄个。多谢啊！多谢哈，多谢。多谢。咱 Francis 已经有举手吼，举足久啊吼，是毋是要请迄个 Francis 你先说？你是毋是要讲话？你会当先讲，不要紧。王琼龙先欣赏一下一首歌，叫做《阮嘛拍开心内的门窗》吼。伊海歌是有两条歌，一条丰富的故乡，说阮嘛拍开心内的门窗吼，是上受欢迎。去思念故乡的时阵拢会唱这两条歌。唱了拢会流目屎对无？我想要请卢老师讲，你毋知参加王昌雄创办的
夜总会，迄个我有一段时间伫清华大学吼，啊，我迄个可能是每个月吼，有利用迄个拜五的时间，啊，伫迄个做伫即个王昌祥伊的诊，也有一个诊所嘛，啊，就伫附近，啊，就足侪一寡先拜拢会去遐做伙，啊，迄个时阵阮算是少年的，有夜总会对。啊，以前有讲笑客，敢是？哦，迄内面的所有的老先生拢足够讲笑话，而且讲的笑话拢有色彩。这些是，好我想真难得，咱的卢教授会当将这传互咱，我是感觉讲有连接。实在是嘛是咱的福气啦吼，但是敢若练习，咱着搁赶紧将遮搁整理互搁较侪人也做真清楚的即个传承吼。咱先多谢卢教授，嘛多谢大家参加。但是我相信大家参加咱2个月的即个练习的即个中间，一定为你真侪心得，也是你的想法，也是你的建议吼。所以咱会使拜托伫咱伊后壁的表单吼。请咱用伫聊天室内面，甲咱将咱的即个意见放伫内面，阮搁来继续整理。然后我是想讲，这拢是咱整个努力的过程的中间的一部分。咱其他后壁会当搁连接搁较密，搁较好，搁较有准备，搁较有整理吼。然后后壁嘛，还搁会当搁倒转来搁参考。亲像 Francis 因讲。因的即个各地的即个广告的即个 podcast 啦，我想这拢是真好。我相信嘛，毋尔敢若卢老师李先生因伫加拿大伊所做的，我相信在地咱各地有各种的做法。即马咱的政府嘛真用心，希望要来整个来QQ 做伙，会当提供互咱搁较侪的教材，搁较方便的使用的方式。但是爱大家做伙来推动，互相来交陪。所以伫遮，阮就需要你的意见，嘛需要你随时将你的意见互阮知影。阮再做伙来整理，大家做伙努力，我来向咱的政府来做建议吼。所以即马各部会已经拢渐渐咧，实在讲是讲有咧念，但是讲抑佫念较完全，抑佫着佫努力啦吼。所以伫遮，我想讲总是咱伫即个。开始有咧要紧的即个路上，我相信你的参加、你的加油，嘛是一个足必要的即个开力。伫遮先甲大家讲多谢。毋知还有人要讲要发言无？若要发言，请你举手。有，来是迄个 Ted， 多谢管理。是你好，你请讲。你好哈。迄李教授有引用一寡诗人吴新盈啦、王天祥遮的我要请教是讲，因是天生的诗人，也是讲因有啥物方式正做即款的诗人。我若想讲要学即个台语的现代诗安怎开始会较舒适？感谢是好，谢谢。天生的即个做诗人某一个角度来讲啦我会使肯定即种的想法啦。我意思是讲，莫将即个诗当作是一个安尼无是要悬拄天的迄种安尼足艺术的迄类的即个物件。你甲当作是我生活的一种记录。你若是用即个角度去你身躯边所发生的代志，实际上拢听我甲写入来诗内底。即内底你当然甲一般咧讲话聊聊无共，你总是爱有一寡安排。即种诶就是讲你加看一寡人诶作品了后，你渐渐你就自然会去互影响着。咱知影台湾诶现代诗诶发展诶过程内面其中有一个阶段迄阵拢是用过，比如讲。用过即个做啥物现代诗写啦、创世纪的诗写啦等等，因所写的一寡
你向容看，你拢看无伊咧写啥物货啦，迄类嘅诗啦吼，莫去看迄种诶，你去甲看迄种安尼，伊读起来吼，啊顺顺顺，啊有法度，互你感受着讲，伊是一个敢若讲迄个真通常诶一种感情伫遐伫咧咧发表安尼发表时总是有了会强调一个，迄个强调比如咱拄则读过迄物件内面吼，比如讲头两拍甲上尾结束诶，头两句甲上尾会结束诶两句是共款诶，会重复一个，迄重复实际上就是要来加强伊内面诶所表现诶真重要诶一个信息，安尼就对啦。用即种诶方式你家中较爱押韵诶人，你去甲押韵袂要紧。嘛无想要押韵诶人，莫去甲押，迄嘛无关系。咱拄则有一寡较有押韵式诶迄种诗，写得袂歹。有一寡完全拢无押韵诶嘛，诚好。所以这拢毋是一定爱吼。系，多谢教授吼。咱手机陈老师，你原来有举手对无？有要讲话无？我讲安尼讲有听着。较大声。较大声。有教授就是迄个馆长吼，足用心办这个活动。我也是参加真侪场，包括卢教授伫迄个家己迄边，过迄个我的电脑出问题。我甲你教授是同故乡培英国校毕业的，我捌甲你请教过。同国校？培英国校。培英。培英啊！你是培英，我是陶瓷。对，我捌甲卢教授请教过啦，你可能较袂记得，因为迄届家己你咧讲时，我的电脑出问题，我即摆电脑嘛是无法度看影像，爱过迄个歹势。我要甲馆长说多谢，搁会建议讲，即个电台吼，迄个关怀电台甲即个台语创业园区办即个活动，毋过就是讲有当拢会搁冲迄个甲迄个冲拄着。像讲伫暑假办遮侪场吼，因为甲迄个我是可能写足侪年诶，搁拢咧关心咧培养囡仔，但是最近我搁去考，我嘛有考过就是因为伫迄台语要考进前，甲迄个就是规个暑假，规个迄个岁月办足侪场诶演讲，搁有兼即个关怀电台就是会相帮，所以若准讲有要搁办以后啦吼，第一敢会使讲搁。较时间较就是通融一点，就是设计迄个，这可能较歹势啦。第二就是伫即个过程当中吼，迄个互动较少。我参加足侪场诶，像讲教授拢讲足认真诶，你看超过12点，我即样就歹势讲足久诶，安尼会共讲。就是请教授看会当讲，因为你有讲这是陈明明诶作品，啥物样诶作品？有当吼，迄个诗名，有当伊有中间去电视去啉一茶啦，可能就一地无看到，敢会使就是讲即个 PPT 会当互阮看，是讲后摆恁若演讲诶时阵，佮甲迄个引用诶诗诶作者诶名，甲迄个佮互阮一下，安尼有当阮家己嘛会使甲你找，多谢。迄个拄则迄个做手机所讲诶这吼。手机诶阿姊，敢若甲我是顶国校啊，是迄个。对，阮这也算手机。对啦，因为也伫即个做培英做教务嘛吼。对，这真正是共国校啊，对，看到你足侪迄个迄个伫网络顶我拢看到诶一寡信息吼。真甲你学了，开始诚好。你拄则讲诶吼，即个做迄个我今仔日讲诶讲义啦吼，我拢有寄互咱即个关怀即边你要用拢摕去用无问题。多谢。我来去甲大家讲，这不但是咱即摆现场有 Google Meeting， 然后阁有迄个直播。然后你伫 YouTube 内面一礼拜后，因为这规个因搁做剪接了，就会伫 YouTube 顶面，你阁会使继续听、继续看，安尼，所以这个咱后壁拢还会使去继续累积，所以请你放心。
喂，喂，有收到，好，多谢。有听好，好。嗨，毋知抑佫有人要讲话无？好，啊，若无就请恁有任何建议，请咱伫聊天室内面甲我留落来，然后阮会去做整理。事后，阮当然欢喜，甲大家继续有即个互动吼。你有任何意见，请恁互阮知影，阮会欢喜伫遮佫继续甲大家做连结，因为即个工课拢是咱大家共同家己的工课，毋是别人的工课。所以多谢你的参与，啊，多谢你的努力，咱大家再会。多谢咱的卢教授，多谢。多谢周馆长吼，真诶热心伫咧推动咱即个台语文学诶物件安尼吼，也是真感心，非常诶感心。我著想起，我考调大学诶时吼，阮咧培英国校吼，有4个人考调呆，结果迄抓是咱周馆长，伊也无做即个官，算讲也未进入。政界以前吼，是。迄届伊迄毋知啥物款迄个宿舍还是啥物吼，参姚嘉文，姚院长吼，因2个人，迄阵我会记哩，即个姚院长已经啥物书记官、律师，啥物法官，啥物货，拢考过啊安尼，哦，2个人吼，哦。伫遐真热心诶教台湾这4个小学弟就对啦，再甲你感谢。拢是中华人，拢是中华，所以我是感觉讲，中华诶乡亲，特别是中乡诶吼，我想中华诶迄个感情，阮讲吼，伫台北吼，中华帮诶是足大帮诶啦吼，啊，就是因为有大家有即个感情，啊，足自然就是。大家互相鼓励，啊，先摆小可招呼后边吼，张庆熙嘛是咱中华的嘛吼，所以伫遮我感觉中华人伫台北，伫台湾各地其实迄个同乡会拢足大的气力，所以共款咱台湾人，即个感情其实是共款，咱大家做伙努力，一定咱的台语一定顾会起来，啊，一定会当发展。来，多谢大家，然后拜托大家做伙来努力，多谢，多谢，再会，谢谢，多谢，再会。